2019年攞個地啊，咁依家咧即將係收樓時間啦，就亦都係快啦，亦都係如果係你買咗嘅話，整完按揭嘅話都係差唔多嘅。我哋第一年到第二年咧係固定嘅收益2000蚊一個月。2000。係。去到第3年到第8年咧就按翻營業額5分紅。係。50%。50%嘅分紅。呢個隻就比較抵啲，8萬蚊啊。公寓式8萬蚊，幫你整埋車牌，咁如果係深圳嗰灣嘅話就加20萬。Hello， 大家好，我係 Susan 啊。咁 Susan 今日又嚟到珠海，又嚟拍片，又嚟行盤啊。咁行到呢個位置係金灣區，43萬又可以買到樓，帶埋裝修現樓車牌，港珠澳車牌、深圳灣車牌都可以幫你安排上去啊。如果有興趣嘅話，咁繼續睇翻 Susan 呢條片落去啦。咁依家再喺個位置就喺營銷中心門口嚟㗎。咁我介紹邊個盤，陣間嘅話 Susan 一一分析俾到大家。好，我今日咧自己一個人揸機，所以又唔係幾方便，所以咧我今日開下鏡頭先，然之後再轉翻個鏡頭，慢慢講解俾到大家哦。好，咁鏡頭轉翻過嚟咁係呢個係營銷中心43萬就可以上車買，送埋車位，唔係送埋車牌，唔係車位。我哋睇翻呢張廣告圖打得非常之清晰廣告亦都係非常之誇張啊！哇！咁之前呢個盤咧，聽講嘅話差啲仔爛尾，咁我哋睇下周邊有冇施工，我哋睇睇。咁我哋再喺售緊咧，就係呢一座。咁睇翻呢一座，陣間 Susan 入沙盤，亦都係睇下呢個哥哥仔點講解嘅先。咁依家咧係即將係現樓要交付咧，8月底8月30號咧就會交付你嘅，所以咧依家咧係施緊工，唔係話爛尾啦。咁之前咧聽講即係啲流言蜚語聽到係爛尾，唔會啦，睇到2019年攞個地咁2019年攞個地咁依家咧即將係收樓時間啦，就亦都係快啦，亦都係如果係你買咗嘅話，整完按揭嘅話都係差唔多嘅咁佢呢個下面啲商業嘅話，已經招商已經達到80%嘅亦都係今年年底即將開業我哋入營銷中心睇一睇咁個叫個哥哥仔幫我詳細介紹一下係點樣個模式嘅先。我哋轉翻過嚟哇好熱今日天氣。hello 叫個蕭冠嚟幫大家介紹一下咁呢個哥哥仔非常之專業如果係要買樓肯定要指定佢嘅。我俾個麥佢先開咗麥先好點稱呼我姓吳嘅。姓吳生呢邊嘅 sales 蕭冠嚟㗎。介紹翻我哋而家屋苑嘅位置先。係先了解下。講邊度嘅位置先講呢邊係咪？係咁我哋聽呢個哥哥仔吳生幫我哋介紹一下。咁我哋係上 YouTube 呢條片係比較詳細啲㗎咁好，我哋鏡頭跟住呢個規劃圖咁先同大家介紹翻咧，我哋依家屋苑嘅位置先。我哋依家咧就係金灣區寶龍城咧，呢度就係我哋樓盤嘅位置嚟嘅。係。咁我哋可以睇翻咧，呢度咧就係我哋成個珠海嘅區位圖。咁樣我哋依家接觸嘅客戶咧，大多數都係喺港澳過嚟比較多嘅。係。咁樣嘅話咧，先同大家講下喺香港過嚟嘅路線點會比較方便。係。同時平時咧我哋都喺香港呢度咧都係行港珠澳咧會比較多嘅。港珠澳落咗港珠澳接翻呢個紅河橋咧，大概喺人工島過到嚟我哋屋苑咧，就半個鐘左右嘅時間咧就可以㗎啦。咁另外咧，我哋樓盤隔離呢度咧，仲會有一個亞兆同星美海龍嘅購物中心，呢度咧係有車可以直達香港嘅。咁樣話翻到去太子或者荃灣呢啲地方咧都好方便㗎啦。買飛幾多錢買飛咧就82蚊。82蚊買飛。係。全程。係全程。
咁我哋成個珠海咧，佢係有4個行政區組成嘅，以呢條西江咧就為界。咁樣我哋呢邊嘅話咧，身處嘅板塊咧就係屬於西部板塊。咁樣我哋香港過嚟嘅朋友咧，或者澳門啦，入到嚟珠海第一步咧接觸嘅係香洲區會比較多。呢邊香洲咧，因為發展咗有超過咗40年㗎啦，目前咧已經冇乜地可以再繼續開發。所以咧，我哋而家見到嘅新盤咧，全部都係舊改出嚟嘅，所以新樓咧會比較貴，基本上都係3萬幾蚊到6萬幾蚊嘅都會有。咁下邊呢度咧就係橫琴，橫琴咧就係由廣東省政府同埋澳門政府咧去共同管理嘅。而家咧已經升級為粵澳深度合作區㗎啦。依家佢嘅價錢咧大概係去到4萬到5萬左右。4萬到5萬。係啊。因為成個板塊嘅話咧，東路板塊已經係飽和咗啦，已經冇地咧可以再繼續開發。所以2013年之後咧，我哋珠海政府咧就將個重心咧放咗喺西部板塊，即係我哋依家身處嘅位置上邊啦。並且咧為咗解決呢個土地供應問題，喺上邊嘅話咧建造咗有4條大橋。咁樣嘅話咧，原先喺珠海市區過嚟咧，香洲只係得一條珠海大道先可以過嚟我哋屋苑嘅。咁我哋依家咧又多咗一條香海路，同埋一個紅河大橋，同埋呢個金海大橋。咁樣嘅話咧，我哋依家係方便好多。包括嘅話咧，有3條橋都係接過嚟我哋金灣區嘅，因為金灣區咧係西部嘅中心。咁樣我哋通過呢個紅河大橋咧去橫琴呢邊都係15分鐘嘅時間左右。橫琴依家賣緊4-5萬，我哋依家咧40萬人蚊咧，佢仲有好大嘅升值空間喺度㗎。咁我哋就可以睇翻，如果咧我哋要去其他嘅城市，即係珠三角啦、廣州或者中山，咁我哋就可以接駁翻呢個珠海大道，咁樣嘅話咧可以連接翻呢個港珠高速或者港澳高速，咁樣基本上咧就1個鐘左右啦，你就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嘅。或者嘅話咧，如果你唔係自駕嘅，都可以坐呢個動車，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城軌啦，係。坐城軌過到嚟我哋樓盤嘅話咧，都係呢條就係港珠線啦。咁樣全線已經係通車㗎啦。咁樣嘅話咧，佢係嚟到機場呢度咧，佢係一個中轉站。喺機場呢度咧，可以換乘翻另外一條廣佛江珠線嘅。咁樣嘅話咧，呢條線已經喺度建設緊，起點咧係廣州嘅芳村。咁樣我哋屋苑嘅話咧，附近都會有一個金灣樞紐站嘅。咁樣我哋去機場咧就15分鐘左右嘅時間就可以㗎啦。機場咧，佢喺度升級緊嘅，今年年底咧就會升級為國際型，可以達到2800萬人次，係由香港機場咧去直接控管嘅。即係上個交通。成個交通都係好方便。好方便，係啊。另外嘅話咧，我哋要去深水港嘅話咧，直落就20分鐘就可以去到高欄港。咁我哋依家嘅話咧，最大嘅2個港口，第一個咧就係南沙港啦，第二個就係蛇口港，呢個係第3大嘅，成個省入邊第3大，規模係好大嘅。咁我哋再可以睇翻嗱，我哋成個西部咧有2個行政區組成嘅。咁樣我哋上邊呢度嘅話咧就係斗門區呢邊咧，主要發展輕工業、製造業同埋農業呢啲產業為主嘅。咁下邊咧呢成片都係金灣區。金灣區咧就同美國嘅西雅圖咧係非常之相似嘅，有2個核心產業。第一個咧就係航空航天，第二個咧就係生物製藥啦。咁我哋可以睇翻每2年咧就會有一次全球嘅5大航展，就會喺金灣機場呢個位置上邊舉行。每屆航展咧會吸引到大概超過60萬嘅遊客過嚟呢邊嘅，包括有好多飛機嘅零部件嘅招商引資都喺呢度簽約舉行嘅。咁我哋可以睇翻喺呢邊咧，啱先都睇到啦，有航展，咁樣肯定有航天公司嘅港聯同埋呢個中航，同埋嘅話咧洪都直升機以及晴天航空都係喺呢個片區上邊嘅。咁樣第2個產業咧就係生物製藥，我哋目前咧成個珠海咧大概係有130間醫療製藥公司，大概有80%咧就喺呢個片區上邊辦公嘅。咁樣我哋喺香港咧經常見到嘅沛夫人、康臣倍健、麗珠製藥、聯邦製藥都係誕生於呢個區上邊嘅。所以咧佢含金量會比較高咯。點解每一年咧財政收入珠海金灣咧係成個珠海最高？咁肯定係有原因嘅，因為佢企業多啦嘛。而且呢啲咧全部都係藍領公司嚟嘅，即係收入比較高。我哋平時嚟講嘅話咧，基本上都係去到2-3萬一個月嘅收入㗎，所以嘅話咧係好高收入嘅人群，我哋都係嗌做藍領。咁我哋接住落嚟可以睇翻佢仲有第3個產業咧，就係新能源。咁我哋目前成個珠海90%嘅新能源巴士咧，都係由3間品牌公司提供嘅，廣東客車、銀龍同埋嘅話咧中興客車都係喺呢個位置上邊咧辦公㗎。咁我哋再接住落嚟咧，可以睇翻我哋依家身處嘅板塊咧，就位於航新城嘅核心區。佢係一個咧住宅核心同埋一個商務中心。咁我哋
喺屋苑呢度過嚟3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國際商務中心、同埋文化藝術中心、公共文化中心、產業服務中心同埋市民服務中心5個中心都喺度。包括嘅話咧，稅局、法院同埋人民法院以及嘅話咧，公安局都喺晒上邊嘅。咁咧，如果你要辦通行證或者其他嘅政務服務，都可以喺呢度一站式就可以辦晒㗎啦，係好方便嘅。咁我哋再可以睇翻，因為我哋買樓咧好最關心嘅個點咧就係人氣，即係未來轉手或者出租方唔方便。我哋呢邊咧隔條馬路呢邊就有幾間大學嘅，有成績、科幹同埋藝術學院都喺晒呢邊嘅，包括咧呢邊仲會有一個技師學院，大概係有8萬個師生係喺呢度嘅。咁我哋如果唔想住宿舍嘅學生或者嘅話咧，父母過嚟陪讀咁樣都可以住喺寶龍城。咁樣我哋另外咧隔條馬路呢邊3分鐘左右嘅車程咧，就去到今晚製造大街呢度咧就有超過咗300幾間公司，2萬嘅員工，即係我哋啱先提到嘅南洋公司咧，基本上集中喺呢度辦公嘅。有幾間嘅話咧仲係獨角獸嘅，比如話康臣配件、晴天航空同埋嘅話凌志自動化呢3間企業都喺上邊嘅。咁我即係講你呢個係投資嘅話最適合嘅樓盤之一啦，係咪？係啊，即係投資或者自住其實都好啱呢個片區。係。咁我哋可以睇翻2萬個高薪人員，再加上8萬個師生，周邊仲有成12萬嘅居民，有成22萬人咧係生活喺呢個板塊上邊嘅。咁樣嘅話咧，寶龍城咧就可以滿足得到佢哋平時嘅購物需求啦。咁除此之外嘅話咧，如果我哋行完街之後想行下公園咧，我哋附近仲會有濱河公園、金山公園同埋中心河濕地公園。另外咧，仲會有一個呢邊仲有個西湖公園，係成個西部咧最大個濕地公園。加加埋埋咧有4個公園㗎。係。咁另外咧，如果我哋要去高爾夫球場咧，我哋直落嘅話咧，講緊嘅都係10零分鐘就可以去到今晚高爾夫球場，係成個片區上邊咧個最高端嘅一個場地，即係有錢人企業家咧就比較中意去呢啲地方做消遣啦。係。咁我哋再可以睇翻呢個片區上邊嘅話咧，佢嘅醫療配套咧都係好齊全嘅。我哋往北面咧就有廣東省嘅一間醫院，呢個係專業護院，係3甲醫院嚟嘅。咁樣佢再往呢邊嘅話咧，就係廣東省人民醫院、珠海醫院，都係3甲醫院。2間醫院咧離我哋嘅距離咧都係15分鐘左右嘅時間咧就可以到㗎啦。所以住喺呢度個片區上邊嘅話咧，無論從教育、醫療、商業或者產業以及交通配套嚟講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喺呢度住嘅話咧，就有啲似喺香港嘅東涌東薈城咁樣，因為喺香港東涌嗰邊，如果經常喺嗰邊活動嘅朋友咧會知喺嗰度搭車、搭城軌地鐵或者坐飛機。同埋各個方面嘅配套咧都係好齊嘅，包括有埋港口呢度嘅話咧，個配套設施咧就有啲好似嗰邊咁樣，所以嘅話比較方便。包括嘅話咧有購物中心寶龍城，另外呢邊咧仲有個話文化商都係有2個大型購物中心喺我哋附近嘅，行街睇戲食飯都好啱。係，咁我哋接住落嚟咧可以睇翻我哋個沙盤模型先，係，係，係，先同大家介紹翻咧我哋依家位置先，我哋依家售樓部咧喺呢度嘅，呢度咧就係我哋成個沙盤模型，佢嘅建面咧，我哋屋苑係有58萬方，係呢個片區上邊咧最大一個綜合體嚟㗎啦。咁又分咗住宅同埋我哋商業板塊咧，一共係有17萬方嘅。咁其中有7萬方咧係寶龍城自持嘅購物中心，我哋喺珠海咧有2個咁樣嘅購物中心㗎啦。係啊。其中嘅話咧，我哋寶龍嘅話咧係全國第5強嘅商業房企，係南方咧最強嘅商業物業啦。我哋開發咗個樓盤咧，有超過咗300個㗎啦，所以喺運營包括開發上邊嘅話咧係非常之有經驗嘅。咁我哋商場嘅左手邊咧係有一棟5星級嘅酒店，呢個係自持就唔賣㗎啦。咁樣右手邊仲有一棟5A 級嘅寫字樓，呢棟都係唔賣嘅，自持嘅。係我哋依家賣嘅話咧係呢棟，係總高係20層。總高20層。係啊，面積嘅話咧係有35到43平方精裝嘅準現樓。咁我哋嘅話咧，1樓到2樓咧係商鋪嚟嘅。1樓、2樓商鋪。係。3樓到16咧就係公寓。3樓到16係公寓。17到20咧就係寫字樓嚟嘅。17到20寫字樓。係。睇形式啊。我哋呢個公寓嘅話咧係成個片區咧目前賣緊唯一一個公寓，講緊嘅一個稀缺性。咁樣咧，隔條馬路呢邊咧就係有幾間大學喺度，所以嘅話咧係非常之多嘅學生咧，到時都會選擇住喺呢上邊㗎啦。另外咧，因為我哋係商場上邊起嘅，目前咧成個片區上邊只有我哋係商場上邊起嘅，所以呢種物業咧會比較稀缺。嗱，我哋落咗樓就有個購物中心啦，咁樣你行街食飯睇戲乜都有。
另外咧，我哋仲引進咗成個珠海咧，即係珠三角咧最 hit 嘅一個超市，恒泰超市負一樓有7500平方嘅。咁樣呢邊咧仲會有一條酒吧街。另外，我哋喺呢個方位上邊咧，會有一個健身房，同埋咧成個西部圍一個恆安泳池，都係喺呢個商場上邊會有，即係類似會所啦。咁上邊呢度咧仲會有一個影院，橫店影院，我哋已經引進咗入嚟㗎啦。另外咧，我哋上邊咧仲會有好多嘅設備嘅，比如話美容院、茶室、食肆，包括嘅話咧，我哋已經引進咗好多個品牌，依家招商引資咧大概係去到80%左右。我哋嘅常態餐飲，比如話星巴克、肯德基、麥當勞呢啲，全部都係有嘅。另外咧，我哋空中上邊嘅話咧，以後會引進卡丁車，包括嘅話咧一個露天嘅一個花園都喺上邊嘅。上邊有整翻啲娛樂場所。娛樂場所喺度，另外咧，我哋入邊仲會有密室逃脫，包括話劇本殺呢啲咧，即係後生仔會比較中意嘅遊樂設施，入邊都會有嘅。仲會有啲兒童玩嘅，即係主題樂園咧，入邊全部都會有㗎啦。所以比較方便。咁樣我哋呢個商場咧營業嘅時間咧都係去到夜晚嘅10點嘅。咁樣嘅話咧，係啊，我哋隔離呢度咧仲會有一條金街，呢個咧係2萬方嘅金街，24小時營業嘅。呢條街咧係冇時間限制嘅。咁你如果夜晚睇完戲之後或者飲完酒都可以喺呢度嘅話咧就食宵夜。咁我哋嘅話咧呢度樓落咗嚟就係宵夜街啦，同埋購物中心，所以嘅話咧係好方便嘅。咁樣因為我哋依家嘅話咧，樓咧如果係有啲客戶想話唔想話自己出租，都可以加入我哋酒店去做託管嘅。我哋嘅話咧係有8年嘅租期。8年租期。係8年租期就係呢棟公寓樓啦。我哋第1年到第2年咧係固定嘅收益2000蚊一個月。2000。係。去到第3年到第8年咧就按翻營業額55分紅。係。50%。50%嘅分紅。係咁樣，我哋咧因為依家係準現樓嚟㗎啦，都好快交樓。我哋啱啱都睇到，其實佢嘅外立面嘅話咧已經起得七七八八㗎啦，都係差唔多交樓嘅。咁我哋依家嘅話咧就有活動，咁樣就40零萬就一套房。咁樣依家嘅話咧，如果想要兩地牌嘅客戶嘅話咧，都可以就考慮買樓，然之後嘅話搭配一個兩地牌。咁樣我哋咧又有一個粵港牌同埋澳門牌或者深圳灣牌，就可以供客戶去選擇嘅。係咁樣視乎睇翻客戶嗰邊嘅話咧，就中意邊啲類型嘅牌照啦。係咁樣，我哋就一套房嘅話咧，就大概係40零萬就可以攞低。咁樣譬如如果要帶到現場嚟睇一睇。係咁樣，到時候如果關心車牌嗰個客戶咧，我哋都可以同佢做一部詳細嘅介紹，因為我哋嘅車牌咧佢係個增值服務嚟嘅。到時候嘅話咧，可以同大家講翻。因為我哋如果買一套樓嘅話咧，我哋一套樓依家租金咧大概係2000蚊啊嘛。2000。係咁樣，如果係話深圳灣牌你出租嘅話咧，依家閒閒地都可以租2000幾蚊、3000幾蚊，好正常嘅。咁樣樓加牌就要去到成5000蚊一個月嘅收益啦，所以係好可觀㗎啦。係啊，咁呢個商業我咁樣睇到啦，真係比華發商都仲要大。規模仲要大。係，因為我哋咧呢個商業綜合體咧，如果係計翻商業板塊咧，我哋7萬方購物中心、2萬方嘅金街，再加上1萬方嘅呢個臨街商鋪，就有10萬方，係比華發商都咧係絕對要大嘅。仲有嘅話咧，我哋嘅車位配比咧係華發商都嘅2.5倍。2.5倍。係啊，因為我哋平時咧去華發咧會感覺到有個問題，就係閒時咧都已經冇車位停啦，因為車位唔夠啊。好稀缺，因為佢只有負1層係車位，我哋負1、負2都係車位嚟嘅。咁佢個公寓同埋呢個商場嘅話，地下室咧就係通往嘅。係相通嘅。相通嘅。係，無論話翻風落雨，我哋都可以喺地庫嗰度再過嚟我哋嘅商業綜合體啦。係啊，所以呢個咧係比較方便嘅，而且咧佢上車嘅價唔高，因為我哋依家喺珠海市面上，你買一套帶兩地牌嘅樓咧，基本上你都要200幾萬，咁樣我哋依家幾十萬，咁我哋係啊加埋你加埋增值嗰部分咧都係50零萬到60零萬，你就可以有一個兩地牌，所以嘅話咧係好抵玩嘅。咁我哋平時依家你辦一個兩地牌，如果係話粵港牌，起碼都要10幾萬啦，係咪？係。如果話澳門或者深圳灣嗰啲咧，都要成幾十萬嘅。係啊，因為我哋近排咧都有接觸到好多呢類型嘅客戶，即係過嚟呢邊睇樓啦，都係為咗即係呢個牌照過嚟呢邊睇嘅，因為的確係好抵玩，平啊呢度啊，就可以整完晒啦，就可以自己搞掂晒，方便到街又方便，係啊，出租又可以
自己做住又可係以冇錯啦，係啊。咁好啦，Susan 咧就想示範單位拍俾大家睇一睇先。咁多謝晒吳新蘭。唔使客氣。記住認得呢個哥哥仔咁一定會指定翻佢。好，多謝晒。如果唔想出咁多錢買樓嘅話，你可以買翻一個公寓，又可以出租咁又可以自己住，又可以度假。咁呢個咧係總值40個方咁總價咧可能就係3到45萬到啦咁又加埋車牌兩地車牌咁兩地車牌點樣操作咧？可以加下Susan 個 WhatsApp 同埋微信咁可以詳細可以傾下。咁呢個車牌咧係包喺入面嘅，咁都係有其他費用。我哋睇睇呢個冇批嘅，亦都係40方到咯。左邊右邊係相差啲啲，睇下大家點揀。最大積嘅話就去到50方。咁呢個係洗手間咁側邊咧就係嗰個入去嘅話就係整廚房個位置。咁入嚟又係一個格，咁擺餐廳同埋同埋嗰個擺床個位置，我哋轉翻過嚟樣板間。好，咁咧講翻嗰個車牌係點樣嘅？因為依家每個樓盤咧都係出嚟新政策送車牌兩港車牌咁一個係港珠澳車牌同埋深圳灣車牌。咁深圳灣車牌就比較貴啲啦，咁去到20萬咁如果係港珠澳車牌咧就8萬蚊就可以上車啦。佢包埋呢個佢呢個車牌嘅錢當然啦，羊毛出喺羊身上好多係放出嚟送車牌，唔係送車牌其實呢個錢咧，亦都係客戶自己出翻嘅比如講呢個係40萬呢套。比如講Susan依家介紹嘅呢一套40萬，咁你如果係送個港珠澳車牌咧，就係48萬，咁加8萬蚊係大賣車牌咁呢咁8萬蚊呢個可以拉到房貸入面一齊供嘅，係咁樣嘅所以咧相對嚟講呢一套樓就48萬，就喺房貸入面又可以供咁就呢個就係送車牌個流程啦。咁大家記住咁港珠澳車牌咧就會平啲，咁深圳灣就貴啲啦。深圳灣就去到20萬。咁如果係自己整，呢個係永久嘅喎，死牌嚟嘅，永久又可以自己私人，又可以公司名義咁就電話響啲，唔接住先拍片緊要咁咧就會港珠澳車牌就會平啲8萬蚊，有啲項目咧送車牌10萬蚊，咁呢個就比較抵啲，8萬蚊公寓式8萬蚊幫你整埋車牌咁如果係深圳個灣嘅話就加20萬車牌冚唪唥幫你整完晒呢個車牌跟住你個名，如果係公司名嘅話就提供公司就得啦。睇你點樣提供資料，佢幫你整埋。好啦，呢一輯咧Susan 就分享到呢度啦。咁有咩嘅話就可以喺評論區多啲評論下 Susan 俾翻個 like Susan。有咩嘅話加下Susan 嘅 WhatsApp 同埋微信啦我可以下次再見啦。呢一輯分享到呢度啦，拜拜。